对于我个人觉得，台湾就是有5大特点，该向台湾学习。那你知道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吗？我觉得应该第一个应该是，只要说别人会，别人去帮忙你，你就都会说啊谢谢。那就是别人会听到一个哇非常的舒适的感觉，然后又感觉到哦我是有帮到他的，那大家都觉得就是很美好的、很棒的一件事情。不管别人帮你大大小小的事情，你都要跟别人说一声谢谢。对，比较客气吧。礼貌上也是觉得别人会对你的教育会有一个评价。第二点也是类似，我觉得那有谢谢了，那你对别人做不好意思的事情，或者是像我来台湾啊，我之前上课上学或是去工作，我几乎都是坐捷运跟个什么公车，对。那当然，捷运跟公车都常常都挤人挤人，那只要一碰到你小小的碰到，然后很小力这样子，也说啊不好意思，或是对不起。那我也觉得这个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对，比方说你走在路上啊，然后有人不小心碰到你，他就是跟你说不好意思，或者是我们现在也是。我们2个我觉得应该都会，或者是现在来台湾的越南的同学都会，因为已经融入台湾的这个环境，所以大家都会感觉得到习惯。因为其他人对我这么礼貌的话，那我也是该跟他反应一样的。对啊。所以只是碰到他就跟他说一声不好意思，这样的话可能就是我们觉得是我们的错。第3就是坐电梯的时候，就是台湾人会习惯，站的人会站在右手边，那在左手边会让那个空间给如果要走路或是很急的人家有事情是要走的。来台湾这边那时候啊，我阿姨去机场那边接我，他也是坐捷运，然后后来就坐公车去机场接我，因为当时还没有那个汽捷。坐电梯的时候，阿姨就站在右手边，然后我就站在阿姨旁边，就左手边，然后阿姨把我拉过去她那边，然后她说你就要站右手边的哦，因为台湾这边的规定就是说你要站在右手边，然后左手边让人家要上下这样子。对，那天是第一天来到台湾，我就学到这个。第4个就是之前我很怕看到这种状况情形，就是说间都是排队。有时候出去啊，可能因为我们算是外国人，所以可能对那个地方可能还没有很熟很了解。对，那我们走到哪看到人家排好长，那我们也是默默进，对，一定应该是很好吃。那我们就进去排。对，像上次我们去深坑老街，然后这个家伙啊，看到人家排那个臭豆腐排很长，然后他硬要我排进去要去吃看看那一家，他硬要吃要排队的那一家，然后还要给我拍影片。对，就是我们有拍一个文具深坑老街的影片在这里。那你现在说排队你会喜欢吗？我是没有所谓喜不喜欢的问题，有时候也觉得闲的就排，如果没空的就算了不排。可是排得太久，我可能也没办法。对，但是觉得台湾人非常的有耐心去排队，而且是很有规则哈。对。第5的话，我觉得也是公共场所的文化啦。公共场所的文化，对。
对，同意，这个同意。对，就像很多像那个台湾的捷运啊，台湾的公车啊，就不能在上面车上里面是饮食、抽烟，应该是台北地区坐捷运、坐公车是不能这样子。但是坐火车，你坐火车那么长的时间，人家有没有限制你是不能吃啊？是可以吃。还有一点，我觉得应该是，就是说大家都会很保持安静。在捷运上啊，你很常会遇到可能妈妈带一个小孩，要小孩在闹的时候，他就嘘，小声一点。2,000 years later。这样的影片我们都已经大概就是分享，我们觉得这几个特色是我们该向台湾学习。那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这支拍的。